大家好，又係 B 仔，今日我哋介紹咧就係呢個嘅 E500MMC 紅巴嘅太陽能巴士。咁俾大家睇個盒先，有個微影標誌同冇雷射標誌，有個微影標誌啊咁啊14加零點3歲唔玩得嘅，同埋有雷射標誌啊。Real Solar Panel 真嘅太陽能咧咁，都係咁樣。9包雷射標誌啊咁，咁啊拆出嚟，咁啊車出咗嚟啊！係咯，紅巴都係新學嘅紅巴。凸起嘅嘛，太陽能板，立體又立體，但係凸起，都好明顯。凸太陽能板，個黑色車底，路線就234X 咩荃灣景花園啊。VN240例廠車啊咁，有一塊太陽能板，都可以着燈㗎，個電池喺入邊，着個燈。啱啱好，都幾光下嘅嘢咯，都幾光下塊牌。我而家嘅睇到路線牌，有得轉 A 咯，佢只不過係有光照住冇光照住咁解。有光照住就唔着咁樣，係。你黑咗呢度，好似如果唔俾你睇到嚿電，咁細粒冇入電。執到喺呢個位，今次呢條片介紹就嚟呢度，中意段片嘅你唔該 like 仲 subscribe我哋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